八字就係一個 brain chemistry， 俾我去了解自己與生俱來有啲咩特質，我係點樣思考嘅，我係點樣做決定嘅。咁當我了解自己更多，我就可以發揮到自己嘅優勢啦。我一路都會覺得自己個運好麻麻地啦，人哋做生意，我做生意，點解做嚟做去都做得唔係咁好？有好多嘅理論喺背後支持，佢亦都係一個好內容好豐富嘅導師，咁好包容啦，好溫柔啦，咁所以上堂啊，同佢嘅諮詢裏面咧都係好舒服嘅。因為本身自己對中國文化好有興趣咧，咁知道八字係歷史悠久嘅一門學術咧，咁都想了解多啲。咁點樣係正值踏入社會階段嘅時候咧，咁都想了解多啲自己嘅本身嘅性格同埋適合發展嘅方向。成日聽你五行欠咩啊？你係屬咩啊？咁就會好想了解咯，從而係可以了解自己咯。因為含金量極高，亦都非常深入淺出。含金量高嘅原因係，你諗下睇一次榴蓮啊，你都要千幾蚊啦。咁你呢個價錢去學了解自己，係一個非常之划算、好抵嘅價錢。深入淺出嘅例子就係佢用好短嘅時間，我諗幾分鐘啦，就教識咗一個我點樣去計自己身強身弱呢個概念啦。由於其實我命格比較特別嘅，咁真係冇乜師傅能夠可以咁清晰咁講俾我聽。咁所以我覺得哇，真係抵到爛啦，又好有價值啦。咁當我好清晰咗，我就可以更加規劃到我將來每一個決定啊、發展啊，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幫到我。完呢10堂之後，了解咗自己原來有好多貴人相助啦，解讀自己命盤嘅過程當中咧，因為解決咗我自己覺得自己運滯諗法啦，而俾我見到原來我嘅人生係可以先苦後甜嘅，咁所以咧可以對人生充滿希望啦。當我知道咗自己某一啲特質嘅時候，亦都唔會咁容易強加喺其他人身上咯。咁所以對人生嘅每一樣嘢都好有提升。我最有趣嘅係憑個命盤就可以計到身強身弱咯，係可以用加減數計出嚟咯。我呢一個係對我嚟講好深刻咯。咁特別係屋企人啦，都會想開佢哋嘅命盤去幫佢哋計下咯。我覺得係講解八字裏面五行嘅性格啦，因為我知道咗自己原來有好多特質冇顯露到出嚟，之前一直將自己收埋啦。咁我發現咗原來我都可以有能力去照亮他人啦。咁知道咗呢樣嘢，俾到我信心同埋力量去試多啲唔同嘅新事物。人哋睇關於我嘅命盤嘅，但喺睇之中咧，原來我用錯咗好多關於一啲嘅用神嘅嘢，我用錯咗，咁其實令到我條路都好崎嶇嘅。咁但係聽完阿卡文有一部分咧，其實我內在係釋懷咗，因為我命格就係咁，其實都唔關人哋事，我本身個命格係咁，咁所以咧就我有一部分釋懷咗啦。透過阿卡文嘅解讀之後咧，咁我更加清晰我條路應該點樣行。所以我推薦大家咧去跟卡文去學八字，去自學，去自己去了解自己，然後去發揮到自己啦。知道用第二啲嘅相處方式、相處模式，或者自己嘅唔同嘅心態或者態度咧，去面對關係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覺得但係調翻轉，我聽到好開心，我喺翻開頭都覺得如果記嘅時候係咪即係等於冇咧？但係我覺得呢個記有發現係有，只不過。